资料夹，右下角资料夹，已经有做过了。这个 Audio Book 就是有声书，然后可以选很，看世界各国的语文啊，手机程式啊，要注意是不是1个礼拜后有收钱呢？Google 翻译的比较多了，网络的可能处理的那个语言种类比较多了，手机的种类比较少了。你看常用的，看看有没有中英德、中英日、华德泰粤，粤语、广东话也有，菲律宾的、西班牙的、越南文，你看韩文，泰文没有印象呢，高棉文、柬埔寨的有，日韩泰粤徽中英粤语、广东话，泰文也有，中英日韩泰粤，中英日韩泰粤，印度的、印尼的、印度的印地文啊，中英日韩泰粤，印度的、印尼的、西班牙的，这样就9个了嘞，再加尼泊尔的10个了，再加法国的、法文、德文那就12种了，再加粤语、广东话就13种，加意大利、荷兰的就15种了，加菲律宾的16种了，加马来文17种了，加阿拉伯文的18种了，